大齋期默想系列第26天，4月3日。題目：耶穌的第一個試探。當時，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，受魔鬼的試探。他禁食40晝夜，後來就餓了。那試探人的進前來，對他說：你若是神的兒子，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。耶穌卻回答說：經上記着說，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。馬太福音4章1至4節。主耶穌禁食40晝夜，就餓了。任何人停食40日，都必然飢餓無比。馬太特意寫下餓了，正係要強調呢個係耶穌當時最急迫嘅需求。然而，面對魔鬼嘅引誘，耶穌毫不遲疑地拒絕，並宣告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。喺呢個艱難時刻，佢選擇以神嘅旨意優先於身體嘅慾望。耶穌引用咗《申命記》8章第3節，提醒人上主點樣喺曠野中藉飢餓訓練以色列人，又賜下每日嘅嗎哪，使佢哋學習信靠。出埃及嘅以色列人雖然多達60萬，卻無人因飢餓死去。佢哋最後嘅滅亡，源於唔聽從神嘅話。魔鬼故意挑起耶穌嘅身份，你若是神的兒子，試圖引誘佢喺飢餓中施展神蹟，去自我證明。然而，耶穌卻堅持唔以此作為手段。佢所珍視嘅係上主嘅旨意，而非個人需求。喺平順嘅日子裏，信服神嘅心意似乎唔難。然而喺試煉嘅風暴中，克服身體嘅慾望，全然依賴上主，卻係極為艱辛。耶穌喺第一個試探中戰勝誘惑，向我哋示範咗何謂真正嘅信服，即便有權利，我不為己用，唯靠神旨意。呢個係佢留下嘅寶貴榜樣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耶穌面對嘅第一個試探係咩呢？佢係如何應對呢？第二，喺我哋嘅世界中，權力嘅濫用司空見慣，無論其他人受苦亦冇所謂。你是否願意為咗周圍嘅人嘅益處，放低自身嘅權利呢？第三，禱告。主啊，你係尊貴嘅神子，卻從不因自己嘅權力任意行事。你為我示範咗完全信服嘅心志。願你嘅榜樣深植於我嘅心靈，成為我生命嘅一部分。阿門。